大家好，我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何金良。五国丰田庆秋书2020秋收季系列活动开始了，10月到12月一天下来6队天气行了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委陈志勇。高雄客中有丰富的人文历史、生态风景同在地的特色美食。今年6队客家文化园区的五国风俗庆秋书的发通，要在10月31号正式登场，欢迎客家踊跃参与。高雄市客家委员会接下來喺11月15號舉辦生態嘅客家集團婚禮，歡迎客家有閒嘅時間，共下來到鬧熱。昂子謝，謝謝。